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桃园龟山有一个珠宝店的头家娘违规停伫个红黄线，互警察甲开单。伫双方指责的过程中，这个头家娘目裤，结果这个目裤链啊去弄到警察的腹肚，双方就起口角。头家娘的翁婿出面来赔回讲，当时是因为这个太太对路况无熟，看到警察来，一时紧张才会下车去，才会目裤去压到这个警察。因阁指控这个警察态度真歹，警方嘛提出着未录取的画面，讲警员拢是照步来，并无失当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要对我态度这么差也没关系，好不好？你刚就直接撞对我我了。态度很差。警察执行勤务，发现驾驶违规停车，过界开单，说甲民众伫咧冤家。我都跟你说了，开罚单没有关系，你不需要对我态度那么差。我明明今天心情很好，我要见我朋友，我心情很好。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我？你为什么刚刚撞我？我没有要撞你啊！警察指控驾驶弄到人，驾驶颠倒接球，警察唔知影伫咧拍啥，两人火气是愈来愈粗。你这边违停，我就要赶快排除掉，不然后面的有样学样就继续停上来。哎，你这样撞我是怎样？不然呢？你看我刚刚跟你讲打 P 档拉手刹的时候，你现在刚刚打倒车档是怎样？要撞我是不是？到底敢无弄到人？查某驾驶无承认，翁婿嘛出面讲头来尾去。我太太就是倒车哦，稍微倒车，微微的倒车，然后呢，警察就在旁边有稍微好像有划到他。翁婿斗相共讲话，赛车是一个珠宝店的头家娘，代志就发生伫咧昨下晡5点多，汤市龟山文化一路，迄天伊伫咧等朋友，甲车停伫咧黄线和红线之间，细里的警察甲讲你违停，驾驶随甲车拄目裤离开红线，不过伊一个拄目裤，警察就讲叫目裤链弄掉，两边才弯起来。虽然是我们是违规在先哦，但是呢，我们事后呢还是要做一个就是一个劝导的方式呢，哦，就是说我们违规了。哦，那经检视啊，那同仁随身的密录器画面，远景的态度并不当。违规停车和警察起冲突，两边个人讲个人批，到底谁对谁唔对，该当调监视器，才当厘清真相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